来关心亚洲棒球锦标赛12月初3，就要伫台北大巨蛋拍开幕赛。最后一批1000张外野的门票开始卖了后嘛，一时就随卖了了。目前警方已经预掠到53个票贩仔贴价咧卖这票。另外，之前有讲这投手区的所在有关业感的问题，棒球协会嘛表示会去协助改善。 香港队闭门测试有比赛开放13000观众一场，亚锦赛国手进场练习。台北大巨蛋的第一摆正式比赛，就伫12月初3的大韩开幕战，最后一摆加开剩的1000张门票，30钟头开始卖，一时就卖掉了。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票房啊，我想是大巨蛋的魅力啊，不是因为亚锦赛的魅力啊，是大巨蛋的魅力。 台湾联办6届亚锦赛门票无真是抢手过，林宗成讲，大巨蛋绝对是主要原因，暗过重要，徛伫棒协角度，希望400人全开，暗过阮向是处主，有相关安全的考虑，免一时开放伤济。这2礼拜外，真侪投手反映的投手区落差问题，初一会来改善。投手往前的那个坡度是很 OK， 是往后的那个坡度是稍微陡一点点，所以呢，在捕手在 转身要牵制的时候是有一点风险。我们现在紧急的作业就是，我们从台南统一调我们的阿达赛博阿达师傅，他会上来台北因为那段不是很难处理，要专业处理。 且统一赛的政府人员来协助改善投手区后边的斜度，选手反映真空草埔甲红土落差有点大，这几天也开始点一寡红土。林宗成讲，开幕战进前拢会处理好。民众若是真是想要看大巨蛋，除了台湾队其他国家也有比赛，卖遐全票只要200块，随时来弄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